台中一个40岁男性，不倒的顶半月闷闷疼疼超过2年，规个人是消散落肉。去检查，发现是带着真罕见的免疫系统的疾病，加在手术治疗了后，恢复甲真好。 40岁查甫人因为长期腹肚疼，去医生看本正诊所食药法，就是无较好。今年6月经常产真济，想不到竟然是得到真罕款免疫系统疾病。所以这是一个比较罕见，就是 IgG4 相关疾病合并布纳氏腺瘤，造成十二指肠狭窄，几乎完全阻塞。 的特殊案例，医师进一步说明 ，IgG4 症候群是一种免疫失调，和规身躯会有发炎反应。不过，当下 IgG4 相关疾病是真罕看，因为镜头有腹肚疼含走白，和真侪民众对这个病较会无药无紧。病人也在外科医师的说明之下，同意接受一个 比较激进的一个手术。加在经过手术，患者好真济。不过医生嘛提醒 ，IgG4 症候群可能会阁夹起来，需要半年定期回诊追踪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